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好好运动，又见面了哈。唔知大家有练习了条动作冇？有冇？有系冇？记得咯，一定要练习咯，因为呢，今日要4只动作要来练习了哟哈。各位，今日哦，要休息较少点位，做较多点位哦。故说呢，加油哦哈！水拿毛巾要放旁边嘛。 嘿嘿，上到唔掂，唔做得要開嘛，我開嘅時就記得咯，休息啦嗬。唔做得冇停定係向下做，唔做得呢原地踏步休息一下下。各位呢，當然呼吸呢順暢以後呢，唔將停定啊向下做，好嘛？安尼唔將唔會嚇到哦，看到眼就夾走脱了嗬。好，做得嘛，哈，做得哈，來準備好了，4隻動作哦，做得哈，水。 毛巾放旁邊哈，起行一來啊哈，唔愛開，踢一刀愛開，踢一刀、踢3刀，硬一跳就唔愛開了哈。安尼身體又會變健康，各位呢身材又會變動強哦哈，就唔會安尼都市啊安排咗哦哈。各位有水桶腰有嘛哈？各位啊，給師傅有下垂係嘛？唔愛安尼嘅身材哦，什麼呀哈？身材好哈，做得嘛？好，日就安尼看到強強哦哈，做得哈。好啦，手叉腰，準備哦哈。等一下呢，做第4隻動作好，因為講唔記得前面3隻應該記得清楚嘅啦哈。好，做得嘛？好，向下哦哈，來，預備好嘅哈，踏步。第4隻係乜嘅呢？前面行幾多步？4步係嘛？各位師傅要聽堂哦哈，記得嘛？準備好嚟哈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5，要記得嘛？唔會難啦哈。各位2隻動作呢，要做得了哈，然後人腰部曲線哦哈，創造出人腰部嘅曲線哦哈。故說呢，你有師傅嘅時間記得人肚是怎樣收起來，係嘛？做一刀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5，有嘛？各位人數啊，手肘有嘛？到了。 碰到腰部，做得嘛？有碰到嘛？1、2、3、4，好，來踏步哈，做得嘛？嘿，家下嘅係踢幾多隻？踢4隻係嘛？你下踢1隻係嘛嘅？前後腳啊，講嘛嘅嘢係嘛？位置不好，準備啊哈，準備咯。5、6、7、8，踢1隻。做幾多刀？8刀好嘛？係本上一下好嘅啦哈。做4刀哦，冇一下我接唔到係嘛？做2刀哦，好嘛？各位上一下，喺度係嘛嘅？哎呦腳抬起來係嘛？抬起來，哎呦，人家膝頭有潛到肚絲嘛？有嘛？有啦哈。嘿，2步哦，2步哦，接到來哦，動胸口係嘛？2步，各位咧，大家搞嘅有記得冇？1、2、3、4，牛絲步係嘛？1、2、3、4，好，得來踏步，做得嘛？要連起來嘛？要好要加，做得嘛？全部加起來做得嘛？你好做唔定休息咯，然後連續做哦，做幾多刀呢？4刀，好嘛？加油哦！老師強用身材很好哦，好，各位諸位加油哦，加油哦，準備哦，5、6、7，好，位置步哦，踢1刀，加油，做幾多刀？4刀就好啦，好嘛？加油，踢1隻係嘛嘅？哎呦，腳抬起來係嘛？還有幾多刀？4刀，旁邊2步，嘿，動胸口係嘛？做得嘛？前面4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5， 1、2、3、4，位置來了。看安妮老師強哈，看安妮老師做啊哈，加油啊！安妮老師，你看動有活力，係嘛？踢1隻係嘛嘅？你看安妮老師腳看高哦，還做得面帶微笑哦，有嘛？睇安妮老師哦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嘿，踢3隻係嘛嘅？嘿，你看安妮老師動作有記起來哦，我說安妮老師強用哦哈，嗱動作記起來哦，各位嘛嘅前進係嘛？牛師傅，做一刀啊！還有呢，位置步哦。 加油加油！同起來啊！唔好做錯到嘅，等你好嚟哈。踢1隻係嘛嘅？腳抬起來，抬起來，係嗱，走嚟啊！旁邊幾多步？2步，各位，胸口，當簡單哈。做順來就好。
放轻松了，前面西坡的嘛，有时稳，等好哦，前后一刀好嘛，加油哦，来了，加油加油，做得好，还没做顺的就放轻松的，好嘛？哎，记得咯，面带微笑好嘛？有面带微笑嘛？做得好，旁边记得铺2步啦哈，做得好，2步，各位马家，前面4步系嘛？1、2、3、4，前后一刀。哦，我看嘛，一吸气来，系嘛？脚打开来，深呼吸，好，吐气，做一刀哦，深呼吸。吐气，有看好嘛？前后一刀好嘛？深呼吸，吐气，好，做起来系嘛？做起来，记得一定要做一张嘛个伸展的运动系嘛？好了，旁边哦，你下有当然人去运用啊，弯腰驼背好嘛？弯腰驼背咧，你胸就会胸闷，各位咧胸口就会不舒服哈。故所呢，来做一个胸口的动作好嘛？好，来，然后牙数，安尼。交叉住，有冇？好，各位人你按呢，肩膀肩条打开来，有打开来冇？各位来看安尼老师，打开来的时间啦，你师傅来夹起来，有冇？看到师傅好，各位背呢，来按呢，侧了哈，有看到哈？好来了，整批哦哈，人牙数哦，变到上面去，松，变下来，哎，等好哦，肚子有舒起来嘛？师傅有夹起嘛？加油哦！嘿呐，走来哦，松下，走来哦，松下，哎，两个门呐哈，不是做2只动作，等好哦，豆腐卡也做得做哦哈，都耐住做得做哦哈，做得嘛，前后吸到哈，还有哦，数位来测测咯，哎，按你有狠的感觉哦哈。做2刀，前后一刀好嘛？前后一刀，哎，做得好，转刀转来。因为呢，家下呢做动作，按呢卡脚的动作哈。不说呢，你还要延展一下牙脚的动作哦哈。来，让牙脚拿到前面去。好，按呢脚要勾起来哦。按呢张老做得让牙规只脚啊，按呢来从线条上会强哦哈。第二只脚起条要完整的，好，来，按呢竖卡。卡到上面来，好，吸气，各位呢，慢慢的按呢来到长长，然后牙背囊来到长长，哎，按呢可能又看唔到哦哈，我说哎，转到旁边好嘛，转到旁边来，好，吸一口气呢，呀，右边呢膝盖要弯哦哈，来慢慢的，好，挺到2片，你记得咯，2只脚要勾起来哦，嘿，看安尼老师，好，有看到吗？嘿，2只师傅啦，师傅按呢，不用到后背。我背囊要平平，嘿，看安尼老师哈，动讲哦哈，安尼呢，牙脚啊，规只脚呀小腿，然后牙肌肉规只就会来到长长，安尼呢，你做跟迷你裙的时间脚就会动讲哦哈，好，来慢慢的好起来，做一刀哦，做的时间先吸气，各位慢慢吐气。好，有两片哦，我动很的感觉哦，哈，各位牙背囊啊，哎，按你打出来，做唔得按你弯腰驼背哦，哈，做得嘛？做得好，两片的7条要记得弯弯哦，做唔得纯车咯，好，慢慢上来，数，卡高高，吸一口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等好哦，弯片，做得嘛？按你要知道牙脚。就唔好按圆的，系嘛？好，弯只脚哦。好，来深呼吸。好，慢慢的哦，牙师傅慢慢的到后背，各位们慢慢的让牙背咯，来出来。嘿，看安尼老师哦，好看有冇？手来到长长，各位背囊看有出冇哈？同讲哈，系啊，我老师强用我把按用啊，运动哈，来慢慢的上来，做一刀哦，慢慢的。后背来长长啊，有冇？有来长长嘛？好，做一刀上来，前后一刀哦，慢慢的哦。好，2只7条一天按样啊，去弯咯，唔系按嚟唔看，係都冇辦法做嘅，哈，去彎哦。哎，好，倒轉來，
好，转过来，又较爽快嘛，摇哈，又知道两只脚较强嘛，摇呐，一挺摇的啦，各位你们知道条小腿有冇？嘿，变较长的，嘿嘛，哈，安尼无较翘，唔爱翘的咩哈？安尼哦，又开始了，4只动作加强下哦，做得冇？准备好嘛？准备好啊哈，来啊，踏步哦哈，嘿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加油哦！你做得咯，人就做得休息了哈，加油哦！有氧运动啊哈，就会持续的哦哈。做唔得做位又停下来哦，准备哦哈，V 字步来，加油哦！面带微笑有嘛？哎，脚抬起来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旁边几多步啊？2步系嘛？哎，加油哦！前面4步，1、2、3、4，扭4不，1、2、3、4，嘿 ，V 字步走来哦，1抖，2抖，第3抖，第4抖，脚抬起来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啊，加油！第3只，記得冇？哎，很强很威哦，记起来呀，系嘛？挨住啲真厉害，系嘛？前面4步，1、2、3、4，来了，做得冇？做一道好冇？哎，动威哦，加油加油！第3道，哎，马改，脚抬起来，系嘛？做得好，旁边哦，哎。动顺的系嘛？动顺的哦，你就在调整下呼吸了哈。好，前面哎，1、2、3、4，扭4稳，做得好。请看一道老师班老师向下走好，来了，开始，加油啊！嘿，然后老师向右呀，面带微笑，听一道动作系嘛？脚抬起来，嘿，你看老师的脚抬按高哦，做得冇？然后老师比赛好冇？第3道系嘛？旁边系嘛？好，你看安尼老师脚按床有冇？行动太步啊！我老师向右哦，前面几头步4步系嘛？然后老师向右啊，你看老师斯文有，哎呦很强哦，系嘛？好，来了哟，深呼吸，做得好，吐气，做一道深呼吸，吐气，轻后一道好嘛？深呼吸。吐气，哎呦，为身体做动爽快好冇？啊，唔过记得咯，做体一定要做乜嘅舒缓运动，系冇？按你牙腿啊，这样做得延展哦，哈，来，然后牙脚放到前面去哦，两片好冇？冇等下又看唔到，系嘛？好啦，竖起哥哥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退后，好来冲来哦，记得两片，不能的。我来吃了，也会两片没强样啊哈，回家来到长有冇？啊，老师强样啊哈。好，各位转来，不用转来，做一道吸气，好，慢慢的，唔好跳脚哦，因为跳脚啊，讲牙重心不稳会跌倒哦哈，慢慢的啦。好，吸气，轻后一道好嘛？好，轻后一道啊，然后牙竖有冇？不用到那，不用到牙大腿好嘛？看做得冇？好，不能存出来。做得冇？好，按你哦，你脚要勾起来哦，呀，小腿肚的地方哦，就来到咚床哦，哈，我有一些的圆哦，哈，好，不用再来，翻片好嘛？来，跟我讲，好，深呼吸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又来床嘛，又老师强有冇？按你按床有冇？看，很强哦，哈，有冇？来，深呼吸。哎，上海老师强用安尼哈，一听我用啊，运通啦哈，好来，嘿，各位有面带微笑吗？好，上来，轻后一刀，我用安尼，老牙竖，不用到俩大腿来，各位俩脚勾起来，换了，存在了，做得好，哦，好，转来嘞，脚，做得冇？痛啊？哦，今日。痛到的哈，有鬼神呢，做痛到的系嘛，有动快乐嘛，有啦哈，运动真件做得动快乐。故说
一定要天天爱到强下运动哦，好吗？好，今天就搞到这了，好，再见。